起大落，我的小花小果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你爸妈啊
太后娘娘，柳儿真的是累了。太后娘娘，如果你还疼惜柳儿的话，就给柳儿指条明路吧。求你显灵，天灵灵，地灵灵。太后娘娘，好期待。你在哪里啊？你这边。你在哪里啊？啊，在这里啊。哎，人呢？人呢？人怎么不见了？哎，前面。哇！哎，人呢？皇上呢？怎么没有红地毯，没有闪光灯，连个记者都没有啊？你是不是想多了？我们只不过给芬妮姐一个惊喜，啊！来，让一下啊，老大。我还是不进去了吧。我现在就是个屌丝，虽然我穿上你这身衣服，但我觉得我还是变不回来了。抬起头来。叶家没落，你就不是叶波了吗？为什么非要顶着那个虚有的头衔才有勇气见人呢？钱没有可以再赚，气节没了枉为男人。拿出勇气来，挺起胸膛。这就对了，永远的叶家三少，走。芬妮来了。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我去补个妆哈。坐。大哥，大哥，这裤子你，来。哎，这个叶波，关键时刻掉脸。我还是去看我的芬妮姐吧。哦，对，怎么是你呀？晦气！喂，你给我站住！什么意思啊你？有什么就说清楚，别成天阴阳怪气的。静静，冯峰，你也在啊？宝宝。你没事吧？打你电话你也不接，上次的事情。哎呀，我知道的，不关你的事，那是你的工作嘛。还是你最善解人意，不像有些人，心眼小，思想还肮脏。你说谁呢？哎，你今天这个裙子好漂亮啊！后面有人说臭皮囊。你说谁呢？晦气！你黄伟，你混蛋！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你还真是什么都不怕。要不要我拿个喇叭帮你宣传一下？我真的是受够你了！那天跟我通电话的是我爸。你爸？你明明喊他土豆。我爸是卖土豆的，所以叫土豆。你也可以称他为马铃薯，或者是洋芋。哎，什么跟什么呀？怎么一见面就吵起来呢？切！哎，不会是你爸又派人来绑你回家吧？
你这东躲西藏的，还是被他发现了？不，老爸绑架女儿。静静他爸不想让他当医生，想让他回去继承家业，再给他找一个他爸心仪的女婿。他不同意，就离家出走了。又没人告诉我。再说了，谁跟自己爸爸那么说话？明明就是你自己思想肮脏，你才肮脏！你才肮脏！好了好了，那么多记者在那儿呢，让外人看笑话了。你拿着。走。哎，干嘛呀你？出去！我还要看芬妮呢。给我出来！啊，对，快点，讨厌！真是俩活宝。冯小姐别来无恙了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让我这种人脏了你的手！小气还记仇？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个大脑到底是什么构造。其实我一点都不生你这个奇葩的气，我气的是你居然这样怀疑你的朋友。朋友？难道你没把我当成你朋友？我可没说啊。算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再见。哎，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对不起。大点声。对不起。啊，能不能有点诚意啊？啊，行，任静，我。你们到底有完没完？这只花要被什么闷死了？买人！小鬼，你站住！撞人怎么不道歉？快跟我道歉！大胆救命！快放开他！你是你是你们？让开吧你！我问你占我便宜！我冤枉啊！冯小姐，看起来人模狗样的，写的小说却是狗屁不通。尤其是那个皇帝，哪里都比那个和尚好。这女主角她怎么就跟和尚私奔了呢？你说出来也好，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吧？对于你的小说，我想说的太多了，怕伤你自尊，所以算了。哎，你不做生意啊？我怎么给忘了？你那个店根本就没有生意做啊！你非要这样吗？我来这可不是跟你吵架的。不过，我倒是想问问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，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？难言之隐？你们写小说的是不是都这么异想天开啊？嗯？李欢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两个碰上了，看来聊得不错啊。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早知道就不来了。我看呐，是不是冤家不聚头？既然都来了，快坐下聊吧。坐下来，来。
撑腰，还有冯峰在。芬妮，我来了。傻的刁民，你给我放开我！三黄树，我是元宵啊！三黄树，我的花儿，你能不能轻点踩我的花儿啊？轻点。是这样轻吗？你要是再敢踩我的花儿，我就让你的小屁屁开花儿。给我！不敢！认定你是皇叔，是为了尊敬你。你竟敢如此大不敬！大胆！反了！现在的小孩都被宠成自己叫皇帝了。你，我本来就是皇帝，还不快给这跪下！跪下！算了，赶紧把我的花给我，快点儿！看来你跟着颜色瞧瞧了。你，皇上，就这，放开我！皇上，什么人呢？打得过？三王爷，叶波，怎么了？帮忙啊，老鄂！浮生。你赔我花儿！皇上，花！北京太上皇，什么情况啊？北京太后娘娘。冯昭仪，柳儿，冯昭仪，哦天哪！我的妈呀！我这是在做梦吗？疼不疼啊？止疼！柳昭仪，冯昭仪，柳儿可想你了。我也是。不好，想念你们啊！不好。这谁家孩子这是？不知道啊。怎么见面就抱腿？妈，你们先出去吧！请问两位，这是你们的私生子吗？李官先生，你消失这么久，是跟芬妮小姐合拍隐居吗？妈妈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和这个孩子一起消失的吗？不是，你们千万别误会，别误会啊！不好意思，跟我们先出去吧。咱别在这待着了，先出去吧。什么母后啊，我不认识你。我是小儿啊！什么小儿啊？父皇，你看看结束了，各位先出去吧。不能拍照，别拍了。不能拍照，各位先出去吧。两位，跟我们再说说吧。是啊，他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。哎，好了，你们认错人了，不能拍照。够了！放开我儿子！你们干嘛呀？吓坏了我儿子！你们哪个电台的？我要告你们！我们不是，这是人家小孩子玩过家家，你们捣什么乱啊？这真的假的？把今天的照片都给我删了，否则我告你们侵犯儿童肖像权！这可不行，对啊。老岳，把他们都赶出去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出去吧，各位，对不起，出去吧。皇上，你跟我走。太上皇，太后娘娘，李花，疼死我了！冯冯李花，
安，我彻底被你们弄糊涂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还不清楚吗？就是这个居心叵测的女人，串通团伙，利用我们来打知名度。像你这种不入流的过气写手，你这么做，你是想提升知名度，你想博位，你想出名，你想疯了吧你？屡次三番挑战我的底线。哎，你好了好了，峰峰，芬妮，对不起啊，刚才那个小孩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，他跟亲戚来自乡下小地方的，不懂规矩，给你添麻烦了，抱歉啊。不过你真的长得跟他妈妈好像啊，他肯定是想妈妈了，所以才会认错人的。我代他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哎，我倒没什么，我反倒感谢你帮我解围了呢。可是，就算我跟他妈妈长得很像，也不可能认错啊。他妈妈人呢？他妈妈肯定是遇到了特别的难处，才会把他托付给亲戚的。他虽然待人刻薄，但是带孩子还是1等1的好的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他是不会离开孩子的。果然是写小说的呀，编起故事来都不用打草稿，还这么的理直气壮。闭嘴吧你！随便你怎么想，被害妄想症。不过有个事儿你可是赖不掉的，就刚才那小孩，千真万确就是你的种，你不能不认。我的种？就是。